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8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，创世纪41章14节到36节，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数字。圣经内底充满足侪数字的意义。咱咧讲一咧讲指着独一的真神。3是有即个完全的意思，10代表完全的责任，亲像10条街，11奉献，12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族，甲12个使徒，40代表着试炼、准备甲敬新，亲像摩西3个40年，耶稣基督伫旷野禁食40天。千代表禧年，7代表神圣以及安息，嘛有代表7个外邦的国家。其实希伯来文本身就是一个数字的文字，每一个字拢有伊的变数。但是要讲的是，数字所代表的意义，毋是迄种绝对性的，也是讲互人去追求的。因为有的基督徒就迷信数字，所以若买车迄个车牌就爱买7777安尼啦吼。这拢是违背圣经的原则。更较重要的是，上帝要安怎透过这个数字来启示咱？伊创世纪41章14节到36节，法老王伊做梦，无人会当解梦。迄个时阵，酒精才想到伫监狱内底，约瑟怎样替伊解梦，所以就介绍互法老王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着法老王的梦以及约瑟的解梦。埃及王派人去调约瑟来，因就赶紧去带伊出家。约瑟就剪头毛、修面、换衫来见埃及王。埃及王甲约瑟讲：“我梦到一个梦，无人会当甲我解说。有人甲我讲，你听到梦就会晓解梦。”约瑟因讲：“这毋是在伫我，是上帝要将平安的福气的路指示埃及王。”埃及王甲约瑟讲：“我梦到尼罗河边有7只肥佮水的牛母，伫河年起来，伫路竹围仔内咧食草。随后有7只瘦佮歹看的牛母起来，伫埃及地，我也毋捌看过遮尔恶的牛。这会瘦佮歹看的牛，甲迄7只肥的牛母拢食了，吞落腹了后，迄7只牛瘦佮歹看的牛母，看袂出有啥物各样。犹原遐尼瘦佮歹看，我就醒起来。我佮梦到一丛麦仔，有7穗百佮水好看的麦穗。后来遐麦穗佮生出7穗麦穗，当佮互东风吹甲干佮臭。正会拍的麦穗，互7穗好的麦穗吞落去。我将这个梦甲叔叔讲，毋过因无法度甲我解说。约瑟对埃及王讲，王的梦真实只是有一个，上帝将伊要做的事甲指示王。7只水的牛母甲7穗好的麦穗代表7年，这2个梦是同一个意思。
遐个随后起来的7只歹个瘦个歹的牛母，甲7岁拍，搁互东方吹甲臭大的麦穗，嘛是指7年，代表期远。这是我对王所讲的，上帝将伊要做的事来对王显示。埃及全地会有7年的好年冬，后来有7年的歹年冬，甚至埃及全国拢袂记得以前的丰收，全地互饥荒毁坏，因为后来的饥荒真上重，煞袂记得以前有丰收。王两遍民亡是上帝指示伊决定要做，搁真紧要完成的事。所以王着拣一个聪明搁有智慧的人，派伊管理埃及全国。王搁着派官员管理全国。伫7年好年冬，埃及全地收成着丢5分，收1分。请王命令因收集好年冬收成的5谷，植住伫7庄，派人管理。通做逐个城的粮食，积聚起来的粮食，通做埃及全地将来伫7年饥荒的时来路用，才免伫这个国家因为饥荒荒废灭亡。法老王的梦中的7有无共款的意思？是7个丰收年甲7个饥荒年。但是约瑟就非常清楚明白，这是上帝的启示，并且来甲法老王讲。启示录出现过来7个预言，有7个印，7个号角，7个金碗，7灯台，7个天使，7个灾难，拢咧预表上帝将来公义的审判，用来警告世间人历史的结局。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4节。后来我阁看见伫天顶有另外一个大阁奇异的景象出现，有7个天使掌管最后7个灾害，因为上帝要降这个灾害，将伊的受气拼甲尽。我阁看见亲像有火掺伫内面的玻璃海，嘛看见遐会得胜的人。因已经赢过迄只兽，兽的上甲代表兽的名的数字。因徛伫玻璃海顶面，手提上帝甲因的琴琴，因唱上帝的仆人摩西的歌，甲羊羔的歌，讲全能的主上帝，你的作为大阁奇异，万王的王，你的道路公义真实。主啊，什么人敢无敬畏你？敢无应光你的名？因为只有你是神，万国拢会来伫你的面前敬拜你，因为你的公义作为已经显明。诗篇133篇，兄弟姊妹做伙徛起，偌尔好，偌尔欢喜。这通比过去的油停伫头壳顶，流甲喙手，亚伦的喙手流甲伫伊的暗领。这嘛通比平玉文山的露水，落甲色暗的山岭。伫遐上主有永远要赐永远的活命。恳求慈爱上帝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旨意。愿意追求你的公义，对你的脚掠，求主互阮脱离数字的迷信，只有追求明白你的旨意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